基美病院中医部主治医师陈浩军表示，大肠直肠癌的病人，常常会因为化疗或者是放射治疗的过程中，容易出现腹泻、便秘、恶心呕吐，或者是骹手尾端会麻等副作用。你到中医来求诊，中医依照病情论治，因为化疗的药物毒性容易伤到脾甲胃，因此运用中药加占膏来改善癌症治疗的副作用。大肠癌呢，在化疗、放疗期间呢，最常见的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像是说，恶心、呕吐啊，或便秘啊，或者是说手脚麻的一些状况。那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呢，像这些恶心、呕吐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呢，有一些呢是因为它本身化疗药物会影响到脾胃的正气，所以说，那我们会放一些比较益气健脾的药下去。那本身大肠癌的话，其实跟一些我们说吃进来一些，像说有些人喜欢烧烤、炸拉这些比较湿热的东西，那同样在用药上面呢，我们也会帮忙再加上一些比较清利湿热的药去帮忙处理。好，那另外的话呢，有一些像说化疗之后呢，会有一些手脚麻的状况。那手脚麻的状况的话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说末梢的整个像被那个化疗药物这时候呢，它的毒性所影响到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加强一下末梢的气血循环，让这些手脚麻的状况比较好一些。根据基美病院111年以内统计，大肠直肠癌大院会诊中医的就有152人次，其中大肠癌中医癌症专案的门诊嘛有103人次，呈现的人数每年增加。因此，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，会用减轻病人化放疗期间的无适应，顺利完成整个疗程，造福大肠癌的病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